嘿，讲爱有100万，爱有买茶买包，买点来数钱，看看摩托车，土狗一散步。嘿，讲爱有100万，嘿，讲你有欠用钱，花最梦是哈伊。我迄状元病，落去客家语。中南也好容易听到，所以我讲好多话。以前我音字还袂，以下音韵字。清朝时候，台湾的人字开始从泰国来的，后来我反广不知过，大家都技术上交流，开始自家做自家手，无靠对岸的当时中南也经营是真当多，登记的安那有300人家，无登记的有600人家。音韵字当然比音字还要强壮，难不到我个头摆人讲的前进才速不如一技之长，我个技术像个松树因前半径退休的成本其实当作先了，伊也政府提倡传播当像安尼音字得重复，其实唔会音字的后摆一手就盯着好的音字，也唔会出唔会污染。守好不守道不同意跟着，也不传统信仰。